专心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你说的，要晚上9点结束吗1个小时都不到，这是进展太顺利，还是一言不合一拍两散了？我就是随口说说的。其实你要是有事的话，我没事儿。我们继续。这好像是一拍两散了。我出去的时候你练习了吗？啊，练了。针灸我看一下。嗯，还要检查作业哦。输出还不错。那是，我最近进步可大了。继续，我跟着。哎，好花有在，要不拉他一起？可以啊。怎么还打上3v3了？没意思啊！练小规模团战啊。哎呦，还挺勤奋的。哎，小苗啊，要不要考虑拜我为师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玉兔大神快名花有主了。他最近早出晚归的，我都不知道干嘛。后来我听史莱姆包说，他好像有情况，但是我不能透露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以后得跟我混了。他没时间带你玩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都已经早出晚归，不安于世了。专心。哎，苗啊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专心。我怎么就不专心了？你别打字说话。小朱来送晚饭了。回去呢。